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搁一遍会徛起来，咱来会前的祈祷咱来用祈祷的心来唱这条歌。轻轻跳，我要轻轻跳，我要阿姨空听主的声。轻轻跳，伊的轻轻跳，我的无遮忍伫我的声。伊是大无遮。伊是大无遮，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无遮，是命的主宰。伊的有灵伫伊的声。轻轻跳，我要轻轻跳，我要下去空听主的声。轻轻跳，伊在轻轻跳，我的无遮忍伫我的声。伊是大无遮。伊是大无遮，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无遮，是命的主宰。伊的有灵伫伊的声。伊是大无遮，是咱一生的主宰。伊保守阮会当咱会当有平安，所以咱要献上感谢，咱只是来读这段经文。道恁所要入去神圣的地，就是有山有山谷，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管顾的地。对年头到年尾，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睭常常看伊。对年头到年尾，拢是上帝保守，互咱会当献上感恩。咱嘛要读这段经文。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当咱祈祷认罪来祈祷的时阵，将咱家己心内的歹，家己心内的罪恶，主来来活转这时阵上帝一直要临到阮，所以咱即时来开声献上感恩甲认罪祈祷，咱同齐来祈祷。伊是大无遮，伊是大无遮，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无遮，是命的主宰。伊的有灵伫伊的声。请坐。咱搁要来祈祷，为着咱中间有欠缺、有需要主的医治的人，
有需要主的安慰，有需要主的帮助的人。咱先来读这段经文：我的兄弟啊，你含落伫济济样的试炼，就拢抓做欢喜，因为在恁神的经验会生出吞论。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是好骨高大。欢喜的心是好的药，互咱会当伫每一遍追求上帝时阵来领受对伊的喜乐，对伊的医治。所以伫咱中间，敢有才会欠缺，敢有才会需要，你想要将啥物款的代志献上来祈祷，求主你来帮助你的。你会当伫这个时阵徛起来，互咱的同工，互咱的牧长来为你来祈祷。若是有请咱来互相咱的遮的兄弟姊妹，咱卖坐伫家己的位置中，来为着家己的心，为着家己的需要，上帝来祈祷，咱开嘴来祈祷。主耶稣，阮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互人因为你来得到医好的主，你是互阮会当伫每一遍的困难中度过的主，你是互阮会当伫每一摆的挑战中会当追求你的主。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伫阮中间，互阮每一个人透过祈祷来追求你，嘛透过祈祷来活出你的心意。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嘛要为着主日来守望祈祷，咱来读这段经文。你着用感谢最济献予上帝，搁着对至高者谢你的愿。伫患难的日，着求救我，我要救你，你也要应光我。伫每一个日子，咱会拢会当来求救上帝的名，因为伊的名是拯救，伊是这位有荣光的主。咱伫主日的时阵，嘛要为着个人的认罪悔改来祈祷，求主来帮助咱每一个人，会当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是一个真敞开，是一个真好很直接面对上帝的关系。嘛为着第二项跨年的祈祷会来祈祷，来备办来顺利，嘛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为今年一切献上感谢，嘛求主来继续引带阮行2022年，嘛为着年底全教会结账甲达步的时间的报告甲计划会当顺利完成来祈祷。咱这时阵嘛要为着第4区、第9甲第12小组来祈祷。区长陈淑清甲小组长志鹏跟慧清，求主来帮助因的小组面对着这个变种病毒的入侵，求主保守看顾每一个组员的身心灵拢有平安。嘛为着久无来实体聚会，组员会当家己小组的生活，领受上帝恩典来祈祷。嘛为着这个组员会当甲咱同齐来领受这 RPG 复兴祷告，透过这个小组的祈祷小组2-3个人的这个祈祷甲读圣经，同齐来读圣经来进行这门徒训练，互咱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不管你是伫啥物款的背景，有啥物款的需要，拢会当成做耶稣的门徒。咱这时阵邀请大家，咱起立，咱来为着主日守望来祈祷嘛，为着这个祈祷的事项，咱开嘴来祈祷。
主，我的性命在伫你，我的愿望嘛在伫你。你是阮的主，你互我会当我靠你，就得着欢喜，就得着愿望，嘛得着对你来能力甲话语。主啊，我嘛要伫主的时阵，要为着第4区为着肃清长老、甲志鹏，还有慧清，会当伫应传小组、牧养小组的时阵，行伫主你的旨意，嘛，互因有对你来开纳，互因伫牧养这小组员的时阵，互因读经甲祈祷的时阵，拢对你来得着开纳。我嘛要为着主你的时阵，求主你将你的话语透过信心来到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互我的生命是阳光的生命，互我的生命是行伫你应允的生命。我最后嘛要用主所教导的祈祷文，咱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朝阮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伫极权的位，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也说咱即时要来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咱要用喜乐的心，做伙来学乐咱的主。喜乐的基地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基地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喜乐的旗，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基地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喜乐的基地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基地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高举主，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高举主，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已经伫咱的内面来徛起，阿门嘛，阿门，阿门。也说请坐。保罗伫罗马书12章第1节慢的讲：兄弟啊，我要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就将家己身躯当作活祭，是活的，是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咱要将咱家己，搁再一遍用主来立志，献予咱的主，献做活祭。我主我的心听无。
真爱敬拜你，我心主心里应该，我的完全我可静静听候，我安有的你来明，我会保佑你的应更加稳定，以高我记你的名。耶稣，主耶稣，给我一生活力。耶稣，主耶稣，给我一生活力。我主我的心因无你，我主我要滚对你，你因主甲听到破亲像天，你心是的高安息。我主我的王，我乐你大尊名，奉献我乐的罪，举起咱的手。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活力。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活力。我主我真爱敬拜你，我心主心里应该，我的完全我可静静听候，我安有的你来明，我要保佑你的应更加稳定，你高我记你的名。耶稣，主耶稣，给我一生活力。耶稣，主耶稣，给我一生活力。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给我一生活力。耶稣，主耶稣，给我一生活力。感谢主，咱要献咱的一生，亲像约书亚伊所讲的，我甲我的家的确要侍奉耶和华。伫过去的一年，主的恩典满满，带领咱一切拢平安，有主的仰望伫咱的中间。伫未来的一年，主要大大祝福你，只要你相信。伫新的一年，主也要大大来使用你，只要你愿意。咱要谦卑，成做荣耀的器皿。主耶稣，你救我出黑暗，日奇妙光明，照出生命的光芒。以基督来，正做新创造的人，看我做宝贝，献上做你路用。
真多你荣耀的气味，竞选守护着尊贵的百姓，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女，来宣扬主耶稣传播伊的仁爱。我要真多你荣耀的气味，用深深的眼光看见主的应允，求主用权力、主爱来充满我，一生传扬主的听，予万国拢归依。主耶稣，你叫我做阿，一支标光的，守出生命的恩望。伫基督内，真多新创造的人，看我做宝贝，献上做你路用。我要真多你荣耀的气味，竞选守护着尊贵的百姓，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女，来宣扬主耶稣传播伊的仁爱。我要真多你荣耀的气味，用深深的眼光看见主的应允，有主用权力，主爱来充满我，一生传扬主的听，予万国拢归依。感谢主，主来这世间，就是要予万国拢归伫伊。阿门吗？阿门。主耶稣说：“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在新的一年，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一个位置来服侍，我们都要谦卑，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成为神迹的器皿。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
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真做，我要真做你荣耀的器皿，竞选守护着尊贵的百姓，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女，来宣扬主耶稣传播伊的仁爱。我要真做你荣耀的器皿，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主的言语，求主用观念，主爱来充满我，一生传扬主的听，予万国拢归。一生传扬主的听，一生传扬主的听，予万国拢归伊。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俄罗你，阮一切荣耀归乎你。伫地上将你的平安赏赐予你所欢喜的人。主耶稣，阮感谢你，伫2000多年前，你用听降生伫伯利恒。你来就是要互阮的生命对黑暗的中间来脱出。你来就是要互劳苦担重担的人会通就近你，会通来得到安息。主耶稣，你讲世上有劳苦，但是你有平安。主，你呼召阮来跟对你，用阮的时间、阮的听心、阮的气力，甚至阮的金钱献上，通过你的分别做成来祝福这个世界。互阮会当献身做偌济，正做你来束缚这个世间的管道。求你来丰丰富富赏赐阮，互你的恩典摒落伫阮的中间，互阮的生命会通亲像加利利海有入搁有出，互你束缚的管道会通通透。愿主你来束缚今仔日早起的敬拜，伫礼拜中间。阮透过学乐敬拜，看见你的同在，也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引带阮头前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感谢你过去对年头甲年尾，阮所行的路径，无论是顺境甲逆境，拢有你的恩典充满，由你家己亲身家己来引带。愿主你继续伫新的一年。继续用你慈爱的手来引带阮，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同心来吟圣诗635首，愿主旨意得成直地，愿主旨意得成直地，请起立来吟全首。愿主旨意得成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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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得成直地。愿主旨意得成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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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得成直地。请犹原徛伫，咱同心来祈祷，求世间人的救主耶稣，
伫即个互人欢喜的圣诞节期，阮用着一连串的时工甲活动来迎接到主你的降生，因为你的降生带来和平、喜乐甲愿望。尤其是伫疫情无稳定的时，你互人的心灵会当平静，无惊吓，充满着快乐，继续向前来迈进。阮感谢你，阮也着常常想起你的教示，深深来反省，是毋是行伫主你的道路顶头，学主你的款式？若是有伫有意无意的中间，违背主你的教示的，伫侪人的，求主你来赦免阮，互阮甲主有一个好佮亲密的关系。也因为安尼，要带人来认捌主、信靠主、跟对主你的脚步，讲传主你的福音，主你的圣名也会当讲传伫逐角落。阮为着跨年祈祷会来祈祷，旧的一年就要过去了，新的一年要来临。阮用着感恩的心来互相鼓励，过去的经验会当诚侪未来的帮助，互阮伫新的目标来跑走的时，有定着的心，互周边的事会当顺利，侪人来参与，共同来完成。阮也为着教会伫年底数目结算的统计，今年各种事工的报告，甲明年度的事工计划，求主你来帮助阮，互教会的团队每一个人的努力，拢会当顺利来完成。只是阮也要为着第4区，就是第9甲12小组，因来祈祷。伫区长陈淑清、小组长谢志鹏、简慧清，因的带领下面，小组有活力，组员有信心。虽望有新的变种的病毒过来搅扰，只要阮每一个人做好应该有的防备，互相来提醒，就会安然来度过。遐个久无来教会参与到实体礼拜的小组员，愿意因会当打出因的厝体，甲小组有结连，过着有小组的生活，互相来关心。透过 RPG 的方式来祈祷，传承阮的信仰，用生命来影响着生命，共同参与伫圣经共读，用即款的方式来做门徒的训练，要来兴起阮的教会。今仔来到主圣殿敬拜主的，求主你照逐人因的需要，欠缺的弥补因，软弱的扶持因，忧伤的安慰伊，病痛的医治伊。透过牧者所传讲的话语，诚侪阮一礼拜久快乐的泉源。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读启应文。伫诗篇伫圣诗后壁面54篇，就是对马太福音书第5章来的。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犹个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足；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
为着实现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这时，萨克斯风伊要来献诗。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书第6章9节到13节。马太福音书第6章9节到13节。和合本圣经伫新约部分第6页。我用白话字圣经来读。第9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13节，无伫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以上，只是要请本堂黄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诚心所愿，诚心所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过来到事前讲台语的时间，我毋知影今年你还未听到我讲台语，是毋是就想念我？好，咱今仔日呢要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诚心所愿”。要开始的时阵呢，来到这2021年的年尾，甲你边仔的人讲，你真正无简单，紧甲伊讲哦，你真正无简单。为虾米咧？因为今年到年尾，你下当平安坐伫遮，是毋是无简单？哦，若是你无同意我讲的即句话，咱爱为着台湾来祈祷哦，求以前莫讲安尼落去啊，吼，拜托者，吼。咱今仔日要来讲即段经文的时阵呢，想到这2021年的过程中，我毋知影你是毋是对我放的这个图，10大台湾新闻你有啥物感觉无？有倒一项是你想到就惊的？是有倒一项是你想到的时阵，你真有感觉，你为着这个代志祈祷久久。但是我毋知影你伫今年的祈祷是毋是有照你心所愿来进行无？我伫这周报的内面写这个大纲的时阵，我放个标题讲，这你讲阿门的时阵是一个危险的阿门，因为祈祷是一件危险的代志，因为上帝所想事满，总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所以今仔日搁一摆，咱要透过主耶稣教导的这主祷文、祈祷的文，来注目伫这位听咱的阿爸爸，这位上帝，又互咱伫这无简单的一年中，无简单的时阵，无简单的年代，会当来伊求讨。毋过，若是你有机会来求讨，你是想要伊祈求啥物？伫今仔日，咱要分享这讲道的这目的有两个。头一个就是诚心所愿你的国降临，是谁的国？毋是你，毋是我，毋是咱的国，是上帝的国。诚心所愿要活出一个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活命。总是这永远的活命，你敢有？若是你相信，你可能已经开始伫这永远的生命内面啊。要来分享进前，咱先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一个真有名的理论，伊叫做舒适圈。用台语哦，我一直问这个到底要怎么念吼？好势嘛会当用，舒适嘛会当用，就是讲咧，人每一个人拢有你的习惯，拢有你喜意的方式，拢有你欢喜甘愿做的代志。伫这环境内面，互你感觉安尼做真舒适的。互你感觉安尼做，这就是我的习惯啊！我就是安尼的人啊！我就是安尼做啊！毋管是面对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邻居，
也是你的经济，也是你面对社会，也是讲你伫台湾这国家内面，拢有你的舒适圈。迄就是你真习惯，你真明捌，你真熟悉，你做过的代志，有把握的代志。平常时人拢介意伫即款的环境内面，但是呢，若是你有一个机会要行出去外口的时阵，你可能已经开始来到这春运的街区，这伸展区来到这个时阵，伫这个区域内面的时阵，你会感觉讲有淡薄仔压力呢，会感觉讲好奇呢。有时阵会互你有一寡丢有一寡烦恼的感觉，你开始需要勇气来面对。譬如讲，伫疫情真严重的时阵，你要挂口罩，要行出门去买物件，你可能拢会想讲我是要出去，还是无要出去？今仔日冰箱里面应该还有菜，那先卖出去好啊。开始伫开始有这个有这挣扎伫内面的时阵。也是讲，你行到一个程度，你去到一个所在，迄个所在，互你感觉讲足惊吓的。哇！我毋知我即摆伫病院，我是毋是边仔迄个人毋知是好还是歹，毋知伊即摆是有确诊没确诊，我即摆伫病院，所以迄时阵拢劝大家莫去病院嘛，除非必要，不然不要去。但是毋是伫病院尔。有时阵，这恐慌的所在，互你感觉足惊吓的所在，无一定是伫病院，可能是伫你面对着你无介意迄个人，面对着甲你过去有冲突的迄个人，面对着你家己心内迄过去的毋知是习惯还是伤害造成的即摆状况。但是你行到遐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足惊吓。人拢是伫这个，如果说一个人的心内，一个人的心内，其实拢有分这无共款的环境。你面对着无共款的环境的时阵，你可能就有个无共款的表现，因为迄个所在无一定是互你感觉真舒适、真好势的所在。但是，佫有一个所在，可能伫今年的时阵，你有经过，你有经历着即款的好运，就是叫做奇迹发生的所在，是这样念吗？伫迄个所在，亲像你行到一片的这个树林内面，伫遐行的时阵，你原本伫爬山，你爬起哩，搁爬落去，你行楼梯，搁行那个斜坡，安尼伫行的时阵，原本你有一条路伫行，你嘛就相信你会当行到迄个出口，就是你要行的所在。总是你伫内面行的时阵，毋知是迷路，还是讲看毋到那个标示。结果你到位的时阵，你看到的风景，甲你原本想的无共款。总是伫迄环境内面，你看到的风景，哇，足水足水，比你本来想到的迄个搁较水，比你本来想要到位迄个所在搁较水。这就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一个人的心内有经过这挑战，总是我用这道开始来甲大家来分享，讲咱用主祷文来祈祷的时阵，就是这款的感受嘛，是这款的经历。当然，这是我即马对这道的解释。今仔日我要用伫主祷文的灵肉内面。等咱要祈祷的时阵，其实我落这谢谢，我下了这个标题危险的阿们。当你讲阿们的时阵，你知影这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无？牧师，你在讲啥物？毋是牧师定定鼓励咱来祈祷吗？为虾米讲阿们足危险的？有一个人呢，伊想要减肥，伊想要互身体足健康。所以，伊互家己有3个月时间，互3个月时间来安怎来减肥，来食较少的，来互伊身体搁较勇健。请问大家，3个月了后，伊敢有达成伊的目标？
有无？有诶，举手。我本来要举手诶，为什么3个月伤短是毋？好，那3年好了。啊，3年了后，伊有达成伊诶目标无？有无？会举手？无哦，就无信心了。所以大家在减肥的事上吼，要一起努力吼。哎，互你约着啊，伊无达成啊？为什么咧？因为啊，对我拄则讲的100道内面啊，减肥不在他的舒适圈里面啊。减肥变健康，无伫伊感觉舒适的环境内面。对伊来讲，食较少真困难。对伊来讲，去运动哦，我老啊啦，我老岁啊。哦，最近听到老岁啊时阵，我才知影讲哦，老岁啊是负面词呢。伊讲什么岁啊的意思是不是？爱讲老大人安尼，但是哈？哦，侪岁人，这是我听到咱的长辈甲长辈的对话内面在讲的。因为这长辈叫迄个长辈讲老岁啊，啊伊个叫伊老岁啊，我想讲，是在骂来骂去吗？哦，后来才知道不是。所以着岁的人，哦，我哪有可能阁会当变健康？我已经老啊啦，无可能啦，无可能的代志啦。是啊，但咱祈祷的时阵嘛是共款的。咱祈祷讲，主啊，你保守我有平安。总是你拢去遐危险的所在啊，你要安怎有平安？因为去遐危险的所在，可能是你感觉真好势的所在，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喝茶喝到怎么样，喝到确诊嘛，吼，开始传染啊，对吗？所以，等咱来祈祷的时阵，这祈祷其实是一个危险的祈祷，因为咱祈祷了后，这挑战才开始。祈祷了后，挑战才开始，因为你若是相信上帝讲的话是真实的，是确实伫我的身上会发生的，安尼这段经文就会互你真危险的感觉。咱来读这段经文，照圣经所记载，上帝为着疼伊的人，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是不是？是照所这是华语的，是不是？这是台语。是照所记载讲，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疼伊的人，记那所备办的。若是上帝疼你，伊要赏赐互你的，就是你毋捌看见的，毋捌听过的，毋捌想过的，所以这真危险的。因为上帝要互你的时阵，你从来无想到过啦，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啦，你连听都没有听过，你这敢是真正的？我一定要挂口罩吗？我也不会穿开呢。到现在，外国还是有人这样觉得。但是，咱祈祷了后，上帝心意若是要发生伫你的身上，可能你要经历的代志，就是你完全无经历过的代志，亲像今年共款。今年5月时阵，台湾才跟上流行，全世界的流行啊，就是3级警戒，咱拢袂当出门。但是伫去年的时阵，全世界真侪所在早已经就是安尼在生活。这是咱从来无想到，讲我连出门，咱爱挂口罩，挂口罩阁无安全哦，阁袂当伫遐甲我的朋友来开讲哦，袂当去啉茶哦，袂当去倒位耍哦，拢袂当哦。我从来无想过呢。虽然我们恢复实体，但是今年真的发生太多没想过的事。不管是天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经济而且通膨的问题，拢是就新，过去拢无遮紧啊。就算有，也没这么快。就是咱在祈祷的时阵，咱若是拄到遮个代志，我甲上帝讲，互我明年够较有信心。结果2021年真的是信心的考验，全部人都要很有信心，你才愿意人与人的连结。在这里面，几下的内面有真济，可能是拄到你过去毋捌拄到的问题，
但是嘛有可能上帝为你备办，伫你祈祷了后，是拄着过去还未解决的问题，即马一定要解决。为什么？因为疫情。这个如果我们设备无先装好，但遇到疫情，你必须还是装。你到上尾嘛是爱做，还是要做下去，没有办法逃避。那个更难的是，甲邻居迄冲突，有可能你就是爱拄着伊，安尼你是要安怎？我就莫插伊就好啊。总是伊甲你有生意上的往来，有邻居上的，也可能是你们是亲戚，还是恁是厝内的人，迄是要安怎？所以祈祷了后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若是你想要你的祈祷是行伫上帝的旨意，而且伫今仔日读经的时阵，我毋知影你有发现讲，咱伫读这个读经的时候，今仔日有一句话，因为国阳光观念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伫主祷文的时阵，咱会安尼祈祷。但是伫今仔日读经文内面，分享长老拄则伫读的时阵，是无即段经文的。即段经文其实伫原本的圣经真侪版本拢无即句话，拢无因为国观念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但是即句话无出现，就代表上帝无荣耀吗？无呢。咱来看一段经文的时阵，就会知影，这是上早的时阵，伫圣经内面头一个足倒，迄是伫历代志上的29章的所在。伫迄个时阵，伫迄个时阵呢，大比王伫全部的这子民内面，伊伫遐称赞俄罗耶和华，而且讲到这耶和华，伊是一位会当互人来称颂的耶和华，应该来俄罗伊对永远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尊大、能力、荣光、得胜的，威严拢是你的，对天到地拢是你的，你是迄至关者。咱要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要献上感谢归荣耀互你。迄时阵，这个百姓在创啥物？迄时阵其实是大比王带着这个百姓，伊献上伊家己所有的这个材料来建立圣殿进前的祈祷。所以这是一个奉献的礼拜，还不是落成礼拜哦，根本还未起，是伫遐将迄个材料放伫个要起迄圣殿所在，伫遐来带这个百姓来祈祷。是一个祝福的祈祷，但是这个祝福的祈祷，毋是领受，是要互上帝，是要献上互上帝。所以，当咱伫祈祷了后，其实是要开始献上互上帝。伫献上的过程中，迄荣耀就开始啊。譬如讲，伫昨暗时的时阵，这个处女长啊，伊邀请这些什么越界四重奏，真的很越界。我们都以为书成长老怎么来拉二胡，够拉到加你后这样拉到这么好，然后今天这么早又来，就不是他了，是别人。真的越界四重奏，一来一时阵哦，就好听就好听哦，怕婆啊，还超时，这样一直跟他凹，这样又希望他明年再来这样。就在这个过程中，咱咧荣耀啥物？荣耀耶稣基督伫2000多年前生伫这个世间，道成肉体。伊毋是迄就什么台语什么就强呀，是不是？非常风光，好厉害哦！这行厉害，那行拢有风安尼，毋是哦。伊是伫生出来，互人生出来是一个婴儿。而且伊倒伫那个马槽内面，是一个毋是人咧住的所在呢，是动物咧住的所在呢。但是咱会感觉讲迄就荣耀吗？你看即摆的社会甲环境，若是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婴仔，是婴仔吗？婴儿躺在那个马槽里面，你可能会马上打社会局，你不会觉得他很荣耀。你会马上打电话叫社会局的人来看是不是弃婴。但是迄个博士啊，这个书，这个某牧羊人，因来到亚瑟的面前，伊毋是赶快去找社会局，不是哦，他们是赶快拜下去啊，
因为看到上帝荣光伫伊的心上。所以咱来读这段经文好无？可以吗？这字可以够大吗？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高阮嘛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伫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到的荣光。所以耶稣他生出来放伫遐的时阵，咱看到这婴儿，毋是因为这婴儿有荣光，是因为对爸来的荣光，照伫的心上，伊是迄荣光的代表，伊是救恩的记号。所以咱会感觉讲足荣耀，因为咱要得到这个拯救伫咱的中间。但是讲到遮的时阵，你会相信一句完全无伫圣经原文内面出现的经文无？因为个关联荣光拢是你所有，我们还是会相信。咱还是会相信，因为看到讲上帝的荣光，毋是伫教会内面尔。是对基督了后行出去的你的成就，人看到讲哇，伊信耶稣真好呢，所以我嘛要来信耶稣。哇，伊信耶稣是即款的态度，哦，是即款的好势，是即款的性命。哇，这耶稣真好，我嘛要相信。总是行到遮，互咱人上无法度理解的是，真侪基督徒的经验。我讲这个阿门真危险。就是即边就是这个所在真危险，因为当你讲阿门了后，有真侪基督徒的经验是，因那祈祷的时阵，伊信主了后，伊祈祷，每一遍祈祷，毋是变好呢，是愈来愈歹，歹到一个程度是，甘愿我无信，因为若是我无信，我就无遮个挑战啊。若是我无信的时阵，我拄着这个歹人的时阵，我就会当甲伊歹成扫安尼。总是咱信主了后，有真侪挑战是对人的别人的作为，咱有一款的选择是伫真理的内面，所以感觉讲哇，就真怎么讲，真挣扎，觉得哦，我的心真艰苦。我看到伊安尼，总是我用上帝的态度来回应的时阵，我用上帝的方式来回应的时阵，我会感觉讲，有时阵你会感觉讲，你足委屈哦。定定是即款无合理的行动，基督徒的行动无合理到一个程度，是有时阵有同工啊。你若是同工，你的好势愈来愈济；但是你毋是同工，你敢若拢无好势。所以是同工较好，还是无同工较好？真无合理嘛！用人的思想，用家己做中心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对啊，我何必呢？我何必呢？但是耶稣嘛是安尼。亲像伊要掠去，定是一个进前，伊到一个所在，伫遐祈祷的时阵，伊伫遐，伊讲啥物？伊讲我爸啊，我父啊，我的爸啊，那位做得，就互这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来看到一个无合理的行动，伫基督徒、伫基督信仰的内面，到一个程度是，你军队耶稣，军队到你照伊的意思，毋是照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所以耶稣明明就是上帝囝，伊行遮尔侪新耶技术，总是伊愿意互人带走。伊愿意互人鞭拍，伊愿意互人定时日价，为着一句话尔，为着即句话是照你所爱，是照上帝所爱，所以阿门真危险。当你要祈祷的时阵，你在为你的囝，你为你的社会，为你所踮伫的这个国家，也是你的邻济。也是你的经济，当你为着遮个祈祷的时阵，其实你毋是讲照我的意思哦。你讲阿门的时阵是讲主啊，我愿意遮个代志拢照你的意思。所以你开始行出你感觉舒适的所在啊，
你开始会感觉，哇，这感觉真无好，哦，就有压力的，哦，就无爽快，哦，这不是我的习惯，莫跟我讲，哦，就是会这种感觉，会很多，会越来越多，会到一个程度，叫你所爱。伫阿们出现伫圣经内面，是真早真早的年代。阿们这个字伫圣经内面出现，上早是伫创世纪第15章第6节。伫遐有一个人，伊叫做阿伯兰，后来改名叫做阿伯拉罕，是不是？阿伯拉罕，讲得很像泰雅语。阿伯兰信耶和华，伊就甲伊算做义。这是台语的翻译过后，其实这原文就一句话尔啦。阿伯兰哦，好难哦。亚伯兰，对，阿伯兰 ，OK，Thank you。阿伯兰对耶和华讲啥物？讲阿门啊，一句话尔。伊对上帝讲阿门，伊对上帝讲阿门了后，哇！伊对上帝讲阿门了，无讲无代志啊，一讲就出代志，讲出啥物代志咧？伊就开始啊，经历着上帝引带甲带领啊。上帝讲啥物？你走，离开，毋是走，你离开倒位？离开伊原本的厝，离开伊住迄土地，离开伊真感觉真舒适的所在。带伊的那奴仆囝里没有喊上妹妹囝里奴仆，这是羊群什么全部的家产，爱离开呢？结果伊离开了后呢？你有这个经验无？有一个人叫你去做一个代志，你去，无甲伊讲你要做啥物，无甲伊讲你要去倒位，无甲伊讲你用啥物款的方式，拢无，叫你去尔。你敢去无？足恐怖！遐是毋是有这个COVID-19？但是阿伯兰伊就去啊，伊照着上帝意思，伊就去。总是伊要去的时阵，伊毋知影伊要去倒位。若是咱愿意伫上帝的内面来领想，当咱祈祷的时阵，咱就会拄着即款的挑战。即款的挑战是阿们，伊原本真正意思是你爱挖口紧紧的抓住，即条伫遐呢，挖口迄你祈祷的对象。所以咱祈祷的时阵会讲，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们。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咱阿们。因为咱知影，毋管咱拄着啥物款的环境困难，总是伫耶稣的内面会得到救。因为耶稣伊原本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拯救。因为耶稣伊本身伊是道路，伊是真理，伊是生命。所以咱伫讲阿们的时阵，是一个基础，是咱伫真理的顶面来讲阿们。但是，若是你的祈祷毋是合着这个真理，歹势，你的祈祷拢无效。你毋管安怎祈祷，你祈祷100年好啊，拢无效，歹势。因为这是祈祷伊原本的意思。当你讲阿们的时阵，所以那个要讲阿们的时阵，爱想哦，你愿意一心来献互上帝，阿们，哇！这是啥物意思？上帝拢有在听。所以，咱当上帝来邀请咱的时阵，咱咧讲阿们的时阵，是因为咱真正相信要倚靠伫伊的名，所以咱祈祷。这祈祷要引带阮伫真理的内面来建造家己的生命，亲像咱伫2020年的时阵。要照着这 RPG 的祈祷的小组，两三个人在祈祷，两三个人在读经的时阵，就是要做这个代志，因为要互咱的生命伫每一天，毋是逐礼拜一天尔，是每一天，拢会当伫真理顶面来讲阿们。所以咱讲阿们的时阵，头一个就是你会经历到
上帝用真理来来看见你的性命是虾米款的性命，所以来帮助我来读这段经文，好无？请上帝啊，求你监察我，在我的心思试验我，在我的意思看有虾米歹所行无，带我行引我的路。所以，咱在祈祷的时阵，其实是伫祈祷内面求上帝来检查阮的心思意念，咱的心思意念，来看到咱心内的所想是毋是行伫主的心意。所以，你求上帝啊，帮助我会当饶赦迄个人。这时阵就要去想着讲，我为什么没办法饶恕他？我觉得我被得罪，我被冒犯，我为什么被得罪？这是伫祈祷的内面的时阵，毋是讲去看别人应该做啥，毋是呢，是看你家己，看你家己即马是毋是合伫上帝的旨意。总是会当搁较济，做更多一点。所以伫祈祷的内面，咱会开始明白家己为虾米爱祈祷。你为即个代志，你的祈祷是为着要控制，还是你的祈祷是为着要交托？迄就无共。你会看到讲家己心思意念，我是敢若想要为我家己好，无想要别人要死要活拢无要紧。还是讲我真是为着咱所有大家，所以我做遮个代志。我伫祈祷的内面，我会开始发现讲。我真正的心思意念，其实上帝拢知啊。总是咱祈祷的时阵，咱才会知影上帝拢知。咱常常伫真侪代志，拢想讲上帝毋知啦，假做伊毋知，上帝毋知啦，无我哪会遮尔苦？上帝拢知呢。等咱真正来到上帝面头前的时阵，咱才会发现讲，其实。上帝拢知，而且伊毋来知尔，伊阁要引带你，引带到一个程度，照你所爱，毋是照我所爱，或者就挑战的。所以祈祷的时阵是一个真挑战的代志。所以我给下一个华语的定义啦。我讲着讲吼，你感觉有罪，你感觉就无法度信任上帝的所在，就是你上需要用真理来甲伊养起。在那个地方，就用真理来灌溉它，让它长起来，让它在神的话语里面生出来。不只是若是带一个人信主，可能在后世的中间，佮引出来真做一个门徒，若是受洗了后就无啊。佮建造这个人的性命，亲像安尼，咱的性命嘛是被建造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有一个牧师，伊足少年，伊想要出去开拓教会，所以有一个真好的老师。伊的老师毋是基督徒，总是伊，我不确嘛是牧师。伊问这个牧师讲，这个牧师伊找伊的老师来讲，我要去开拓教会，开始分享伊的意向。伊看到讲教会有啥物要改变，那这是欧罗敬拜我们真的是以后这个越界四重奏会不会是我们敬拜团？像这样子的，哇，超棒的哇！我们来教会爱安怎爱安怎爱安怎安怎，伊讲足济足久，哇，听起来真有愿望。伊讲到了后，伊的老师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听，真好。这个囡仔，这个少年人就有想法，这个少年人就有愿望，这个少年人就有热情的。等伊讲了后，就开讲，我有一件代志，我无把会当你保证啥物款的代志，总是我会当甲你保证一件代志，就是我相信上帝会甲你破碎，是安尼讲吗？神会破碎你。我相信上帝会互你的性命来经历着这个破碎。
伊听了后真戆呀，脑中一片空白，像被雷打到一样。啥物？我的老师不是爱鼓励我讲啊，你有安尼想法真好，来去写计划书，来去就这个募款来去这个奉献来去这个开始建立这个好的属灵习惯。无伊的老师跟他讲这句话尔，然后伊决定，伊嘛是爱开拓教会，伊就出去开始开拓，甲伊真好的同工。甲伊的同工真好去开拓，对几个人开始安尼。伫个过程中，真正是真好的真侪的破碎事的代志发生。伫每一遍的经验内面，伊学了真侪的方法，放落伊家己的心思意念，成做一个成全的人。总是伫迄内面有一遍，伊拄着一个真大的代志。伊上好的同工，伊上好的朋友，甲伊斗阵拍拼几落年，结果这个朋友伊心内有一寡代志无互人知。总是伫这个代志了后，这个朋友伊就无来教会啊。伊去找过伊，搁较伫迄对话内面，搁有冲突。但是这牧师主日的时阵嘛爱讲道啊，所以就转来讲道。伊讲道讲了，想到搁为伊的朋友祈祷，想要去找伊和好。结果伊要去找伊的时阵，歹势，迄天伊无伫啊。伊毋但迄天无伫啊，永远无伫啊。因为这个朋友，伊就放弃家己的性命。伊就怎么讲？非常非常的难过，这是真实的事件。非常的歹过，觉得很后悔，怎么没有和好？觉得很后悔，很多事情怎么没有听到他讲出来？结果原本想要去和好，结果是在那边变成安慰他们家的家人。这是他分享他生命中很大的破碎。这个牧师有一寡人嘛知道他，不知道他，你可能用过他们家的 APP， 因教会家己做一个 APP， 叫做这 YouVersion， 是几亿人次的下载。伊是领袖高峰会的代言人，嘛是一间教会的牧师。伊伫服侍期间，人愈来愈多，都有这个异地30几个地方放这个同时的直播，就像现在大家看的直播，然后每一个会友拢伫无共款的所在伫聚会，总是伫个生命内面一届搁一届经历着上帝破碎。伫迄破碎中间，伊发现着讲，伊家己的生命原来是安尼。嘛，因为有上帝破碎，所以伊经历着真大的束缚。而且上帝常常嘛是使用这款的人来服侍伊。伫一段经文中讲，先看这个经文，请大家来帮我读，因为既若爱求伊的性命的，要死落伊；既若为着我来死落伊的性命的，要得着伊。伊在这个期间拄着一个代志，就是这个代志。当迄个时阵足难过的时候，连伊的同工都无法度安慰伊，连上帝安慰伊，伊嘛是感觉讲，还有一段路要走。结果，伊伫一个兄弟的身上得到这个安慰，因为兄弟是伊去健身房健身的时阵，伫遐健身的时阵认识的朋友。嘿朋友的还蛮恭维，总是真实在。我们这是广告词啦，就是他真的很实在，就是唔知要安怎讲话，但是伊用行动来甲伊陪伴牧师陪他，这牧道友读圣经，甲伊同齐祈祷，很像我们接下来要推这个圣经共读。就在那个过程中，他遇到这件事情，结果颠倒是这个兄弟来安慰伊，透过因两个人伫祈祷伫
读经的中间，讲到家己真软弱的所在，讲到家己真需要上帝的所在，因的性命就伫上帝的话语内面修复起来，就伫上帝内面开始搁一遍得到快乐，得到盼望，就安尼，伊开始搁会当正常的生活。我讲这个无错。所以，伫2020年的时阵，我们要一起来圣经共读，也邀请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有声音吗？生命像台车，可能有无同款的牌子。但是没有燃料或道路，一切都是枉然。上帝心亲像这个燃料油，上帝话亲像道路。我们要来共读神的话，然后一起共求神的灵，共行神的道，共享神的好。阿妹，讲到阿妹的时阵，你就爱家己伫这内面哦。讲到阿妹的时阵，就是咱要行动的时阵。咱拄则讲到这无数的见证，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等咱拄到祈祷的时阵，要讲阿妹的时阵，其实嘛是上帝挑战开始的时阵。所以，伫真理内面来建造的人，伫伊的祈祷内面，一定有真理的查考。查考去倒位的？伫以赛亚书讲我通查是啥？一罪应该说一罪是为怨气。我就讲，我伫遮通查我，毋是别人，就是你家己。所以我讲到讲上帝要检查你，爱破碎的时阵，要查考的时阵，拢毋是你转去甲别人讲，甲你的厝边头尾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基督徒朋友讲，毋是，拢是对你家己讲。迄个人就是我。主啊，你要查考我，主啊，你要查考我去倒位？对2019年开始，年底开始，咱的全世界就拄到这新冠疫情、武汉肺炎的影响，一直到今年5月19的时阵，台湾疫情嘛对着这个全世界的流行。但是教会伫真无容易的时阵，所以我一开始会讲，甲你边仔讲你真无简单，就是因为安尼，真正是无简单，咱下当转来到这个会堂来敬拜咱上帝，所以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因为伫别个所在可能伊无即款的机会啊。你会当陪伴你的心，穿好水水帅帅，然后来到圣殿来敬拜，这已经毋是一个平常就会当发生的代志啊！这已经是伫稳定的内面你会当做的代志啊！所以，当你领受到，特别是伫镜头前的，特别要告诉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实体的来敬拜，这是非常大的恩典。许多的地方到如今没有机会，他们可能也没有设备，所以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把握。伫真理的内面，
真做迄个互上帝差遣的人。透过祈祷，咱会感觉到甲天父有真亲密的关系。透过祈祷，咱会当耶稣基督来学习伊如何来疼一个人。爱人接待是非常非常挑战的事，特别伫这个年代，因为每一个人拢透过别关系来建立关系。总是人甲人真实关系才是真正上帝要爱咱每一个人学习去建立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尝试，去努力突破自己的限制，走出舒适圈。而我们走出舒适圈的时候，奇迹就会走向我们的生命。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影片，2021年的回顾影片，有很多的事工，后来都只能在线上见面。我们一起来看这影片。咱开始有这个在家会主，这阮平常时嘛要做的代志。有这个禁食的祷告会啊，拄到台铁事故，开始进入到5月时阵，全部的代志拢伫线上来进行，也第一次开了线上的长执会。透过这个暑假的时阵，人就厝内无代志做，青年做的代志是这社区做的代志。咱的心灵嘛，有透过这物资，还有透过这些探访电话关怀，咱伫疫情了后，搁举办真多活动，到接下来的跨年祷告会。我刚这个影片才1分钟，可是这1分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伫这真多代志内面，对伊来讲，可能是一无爽快的代志，真无好势的代志。总是伫这内面，上帝开发咱的境界。我还会当使用手机啊，以前很怕用，现在都一定会用手机。然后以前很怕怎么样，现在都要开始学习。以前很怕怎么样，现在都要开始去做。上帝嘛，互咱一个望，伫伊的内面，耶稣基督真做迄个见证，是头一个照你的旨意。毋是照我的旨意，所以咱来到上帝面头前，搁一遍来唱这诗歌的时阵，我邀请每一个人，邀请大家起立，咱先来做一个祷告，咱先来祈祷。你讲有啥物代志袂当交互上帝来处理的？你讲有啥物代志你袂当放落来？上帝，你爱听我的，还是我要听上帝你的？上帝使用咱的性命，伫伊的内面，毋若是束缚，毋若是丰盛的性命，咱嘛要加做迄个器具，是会当来容纳神的恩典。若是咱的这器具足细的。上帝稳定，安怎拼咯？亲像牧师拄仔讲的，安怎拼咯？你拢接袂到，也不够，因为内底有那个里面有洞啊。所以咱来性命，搁一遍，主吧伫上帝，主啊，愿你的旨意得成，愿伊的心意成就伫我的生命中，愿国阳光。这权柄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咱为着咱家性命，搁一遍来祈祷，为着你家己，你开嘴来咱的上帝来祈祷。
我主我的心幸无你，我主我的心幸无你，我主我要跟对你，你的主个抬头看亲像天，你信心的高万岁。来到上帝面前，伊接纳你，伊听你。耶稣，主耶稣，献我一心给你。上帝要医治你，耶稣，主耶稣，献我一心。耶稣主耶稣，阮伫这时阵伫你的面前来祈祷。你知影阮的信心有偌济？你知影阮的性命是啥物款？你知影阮拄着啥物款的困难？你嘛知影阮未来的道路。主你已经备办好，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迄属伫你的呼召。嘛求你帮助阮，毋管阮今仔日是啥物款的境况，拢会当来回应你。透过主你的拣选，阮才做你的门徒。嘛透过你的祝福，我会当讲出平安的话语，因为阮知影。这平安，这世界无法度互咱，无法度互阮，多多对你来的平安，互阮的性命得到永远的盼望，互阮享受伫你永远的好。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主。
起立。我的心慈悲疼痛稳定满满的阿爸爸啊！伫这一年就要过去的时，愿回想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多。愿经过疫情严重的日子，生活的不便，心心灵的无平安。主是你，主你是阮唯一的信倚靠。你施落大恩，互台湾这片土地疫情得到控制，互百姓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愿献上满心的感谢。伫新的一年要来临的时，愿恳求阿爸爸的怜悯甲恩典，也甲阮同在。愿教会伫新的年度事工的推展会当搁较顺利。伫桃园这个地区最光最严来荣耀主的名，吸引搁较侪的人来认捌主，领受主的恩典。愿阮大人拢有谦卑顺服的心，同心合意为主做工。因为主讲，加种的加收，减种的减收。阮当将你赏赐予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求主圣化，愿主感纳。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尤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咱中间毋知有头一遍来，甲咱三合做伙做礼拜啊，王玉玲姊妹啊，毋知伫倒位？无伫咱中间无王玉玲姊妹。丁兆宇兄弟，这是19号呢。哦，这上个礼拜的。好，好，那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哦。咱今仔日是2022年的上尾一个主日啦吼，啊，感谢主啊，过去伫这无共款的环境中间继续引带带领啊，呼吁咱的线上的兄弟吼，会当啊。对空中倒转来到啊，这个地面上啦吼，咱做伙伫遮来学落来敬拜。咱伫明年的1月7哦，咱有要来举行啊，明年度，帮我按一下。第一遍的圣礼典吼，所以如果若要报名圣礼，伫今仔日进前，牧师也是啊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吼。啊，咱有拄好看到迄个影片啦吼，啊，拄好听也无偌济人讲阿面的，真危险，所以爱考虑着无吼？看你是要考虑讲，吼，迄个应允留伫吼上帝遐，也是要留踮你遮吼。所以对1月7开始哦，开始就吼一工读4章咧，哦。啊，迄是先速读哦，啊后壁会看来看安尼吼。所以你若要遮个册吼，请咱甲小组长伫遮来领。啊，第2批今仔登记到今仔日啊，伫1月7日来领册吼。啊，毋通袂记交钱咯吼。咱做伙来读圣经啊，今仔日嘛有咱的医疗团队哦，去即个图书馆伫遐来服务。咱的信用卡的奉献到伫今仔日吼，啊现金会通到伫12月31啊。啊，咱会通透过安尼来经验上帝恩典甲祝福吼。恩典小组因伫每礼拜1、拜5早起8点到9点，啊，要伫桃园路建国公园遐也有赞美操吼。
要跳赞美操啊，伫遐做运动啊嘛，佫会通传福音吼。兄弟姊妹，你若要佫较健康吼，啊心灵佫较欢喜吼，会通找这丽英小组长，啊因要新开的一个点伫迄个所在，啊毋茫啊透过这赞美操吼，这俄罗的这个体操伫迄个中间来吸引侪遮个无信的人，爱通伫遮吼参与运动了安怎？哇，袂歹咧！吼啊，伫遐音乐拢是有诗歌吼，所以咱兄弟姊妹需要有遮个志工，也是讲伫人吼做伙参与来吸引佫一人伫迄个中间来跳舞吼。咱的青年牧区有办这冬令营，对象是12到23岁吼，伫明年1月26到1月29。有几工的冬令营内底吼，108课纲内底未来有真侪导员吼，咱要透过安尼帮助因时间的管理想法等遮吼价值观的调整，咱厝若有一寡遮青年，咱会通鼓舞因伫遮来参加。咱的拜三，即个拜三祈祷会是暂停，咱要到伫拜5的。跨年的祈祷会哦，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哦，这是广告邀请咱做来经历哦。旧的年要过去哦，新的年咱毋茫透过祈祷，进到入上帝恩典的内底。搁较好，咱就爱做伙来祈祷啦吼，互咱的明年会通过了上帝恩典祝福，祈祷较侪，上帝恩典愈侪哦，所以咱复兴祈祷的会来经历上帝丰富的主恩。咱做伙来读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无得带阮入伫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马太福音6章13、14一遍。无得带阮入伫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马太福音第6章第13节，好。即时咱要来吟祝福的诗歌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吟诗线要请黄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全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恩宠，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无悔，得你实现。
今仔日的祝祷我要邀请大家提出勇气，咱用主祷文来祈祷，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妹，加贼，没有，还没。阿妹，阿妹，加贼。咱今年的礼拜就到这咱互相来请安叫明年经历上帝恩典。